为了得到这2颗玄石，我忍辱负重了多少年，就是等待这一刻。我要将你们这些魔教妖人赶尽杀绝，完成我一统江湖的大业。可恶，我就知道最后一集没有好事。有龙哥哥在，你就想得逞。那我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9天玄石的完整力量。这里就没人打扰我们了，受死吧！可恶，到底是什么邪门功夫？是玄石的力量，玄石的力量就是操控时间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敢靠近我？不靠近一点，怎么揍得到你？哈哈，那就再靠近一点。玄石已经给你了，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你不要怪我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对你们这种魔教妖人，我必须斩草除根。笑什么？想不到堂堂武林盟主也会说出如此标准的反派台词。事到如今，就别再嘴硬了。什么正派魔教，都是为了一己私利。一个魔教教主，本该和我一样成就大业，结果不思进取，为了什么亲人朋友，结果活成现在这样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自古成王败寇，胜者书写历史，错的不是我，是这个世界。你这么中二，不觉得羞愧吗？还嘴硬？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老板娘，灵儿，来吧，龙顶天，做个选择。老板娘扣1，小妖女扣2。你现在收手的话，我还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还逞强？那我替你选。灵儿，灵儿，宋清风，我跟你拼了！不是。魔教妖人果然还是不可信啊，老板娘。你们没有了玄石，怎么还有如此的力量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什么时候说过我的力量来自于玄石？没事吧，老板娘？没事。玄石只不过是我封印力量的道具而已。等一下，龙教主，你还记得我请你吃过饭呢？你现在没这个机会了。龙顶天。龙哥哥，阿龙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虚空裂缝处于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状态，如果不及时关闭的话，整个世界都会有危险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江左使，其他事就拜托你了。可我竟然叫对了。老板娘，不要进工作间，很危险的。灵儿，带我回来。阿龙，你要去哪里？龙顶天明白，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代替玄石，弥补虚空裂缝的空隙，才能拯救这个世界，保护身边最重要的人。咖
咖啡萃取的纯度不够高，酸味太重，更重要的是你没有自己的想法。你行不行啊喂？你说的应聘清洁工他们也太难喝了吧？给这么点钱还这么挑啊！你走！说什么？我等一下一拳捶死你！你不要走！你给我。好了，小妹，老板娘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哎呀，要有信心嘛，我们总能招到人才的。还招人吗？来了段 breaking 操！这就是街舞。对不起。来看，可以。衣服。你不是，你不要连叫两声，很奇怪。我们下，我们薅到他的脚。他巨可爱，哎，我薅半天没薅到脚。眯眼，挺像。来，苹果 logo OK 啊！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，你因为直接检验他真的可以回旋。哇，我之前都不知道他可以回旋，因为之前都把人插死了啊！现在这是一下子还好带了解药。你别叫啊，都是你自己做。忍不住，这蛮好笑。你们稍微活跃一点，我自己在这里活跃挺奇怪的。是你是对的，没问题。保熟。这瓜保熟。点个追番，一键3连。扫描屏幕二维码，关注金剧场，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共享。高策，收工，收工。走了。什么？我们有同名广播剧了？是的，《奋斗吧龙顶天》广播剧7月12日正式上线，猫耳 FM 盲盒剧场，不要错过。